阿傑今年35歲，一家三口而家租樓住，每個月交緊萬幾蚊租。所以當佢見到今期居屋資料之後，就開始認真研究到底邊個屋苑會比較適合自己。今期居屋一共推出5個新屋苑，位置包括啟德、東涌、將軍澳、錦田同屏山。另外仲有九龍灣綠置居盛智苑，幾個屋苑優勢都幾唔同，有啲係交通便利，有啲係價錢較低或者空間大。啟德啟陽苑係今期唯一嘅市區居屋，鄰近宋皇臺港鐵站，步行大約1-2分鐘。附近仲有啟德體育園同海濱長廊，位置吸引，所以自然成為今期焦點之一。不過價錢亦係今期最高，平均尺價大約9300蚊，入場費由219萬起。如果重視入場門檻，東涌裕豐苑可能會比較吸引。因為佢係今期最平，150萬就有機會上車。不過屋苑距離現時東涌港鐵站比較遠，步行大約要30分鐘，而且區內配套仲發展緊。至於將軍澳映輝苑，最大賣點係空間，因為今期最大560尺單位就喺呢度，部分高層單位仲可以望到海景，整體環境比較適合家庭客。如果重視鐵路交通，錦田匯禧苑會有吸引力。因為鄰近錦順路站，而屏山朗豐苑就屬於比較平衡嘅選擇，附近有街市同商場，生活配套會方便啲。如果你係綠表申請人，今期仲有九龍灣盛智苑可以留意。屋苑鄰近彩虹港鐵站，而且屬於短期樓花，唔使等太耐就可以入伙。今期居屋各有唔同定位，有人會重視交通，有人會想平啲上車，亦有人想要大啲嘅空間。如果係你又會揀邊個屋苑？歡迎留言分享，記得訂閱公居訪視，我哋下次見。